介绍一下，阿全交代说，对他的成长过程中，对他非常照顾的几位长辈，我们先欢迎中西区区长、前区长蔡安琪蔡区长，有没有在这边？对，大家掌声一下，谢谢。然后还有我们亚洲餐饮学校前校长苏国范苏校长，挥个手，谢谢。那阿全呢？其实他那个受伤之后呢，他是怎么样去做那样的创作？当然也要感谢几位老师他们的团队研发阿全的辅助工具。那我们第一位是南台科大电机系陈世忠陈教授，挥手一下。谢谢，然后再来是我们富山科大的吴崇明吴教授，吴教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台南大学何美惠何教授，何教授，谢谢。今天能够也可以邀请到我们台南市社会局的副局长叶志明副局长，大家稍微恭喜一下，谢谢。然后还有我们的洪小达洪科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那个叶副局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不好意思，我们请到台前来，谢谢。不好意思有点小小迟到，我想这个地方绕3圈才找得到停车位。那么非常高兴能够代表我们卢宇聪局长参加今天的阿转跟朋友的音乐创作分享会。我相信看到这么多的我们的市民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可能行动上不方便的这些好朋友今天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分享会，确实利用这个假期的午后来大家分享这个音乐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午后。那么，咱阿转会当我是旧年时阵台湾社会中创作一个针对于特别去年的身心障碍日的主题曲，惊爱的小路，我应该有讲唔对啦。我唔对，我想是来社会中2个月但是应该台语也会通啦今天主要的主题是意义嘛这嘛无唔对谢谢大家啦谢谢感谢阿转咱的所有的团队啦我相信刚刚提到我们绝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午后，恭喜大家，谢谢大家。那个我们的叶副局长在这边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我们那个局长和我们台南市政府的一些力量，能够推广我们台南真正在地的音乐希望如果说以后台南我们的有些音乐季音乐活动欢迎来跟我们做那个邀请，对不对？阿全朋友们，大家掌声一下，谢谢。那就刚刚做那个副局长答应了谢谢。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第一首歌特别介绍我们的小提琴手林雅学姐，大家掌声一下。她很特别，就是她跟阿全是在大成国中是学姐学弟。可是我都一直搞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怎么认识的？原来今天刚跟那个学姐聊一下，原来是因为阿全那时候是打篮球队嘛，女生就会像篮球好帅的样子，这边我以为是不是要说的不好意思，爆料阿全没关系OK，可是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是学古典乐的，一个玩流行乐的。然后那个阿学姐跟我说，阿全都跟他分享很多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流行乐金属乐、摇滚乐他觉得很新奇，而且他觉得说原来音乐还有这个一个面向所以说他们毕业之后，因为他们音乐的这个魅力，所以让他们紧紧的一直有联系嘛所以说不管是阿全他受伤之后，那学姐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关心。那学姐现在她也是从事的音乐教育的事业，也很忙，但是她愿意说在今天抽空，然后过来也陪我们之前的练习排练那也愿意过来今天帮我们做演出这样子。那我们请林雅学姐来带来第一首歌《续提离》，谢谢。
情，好不好听啊？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林雅学姐。那阿全这一张第3张专辑的专辑名称就叫做《希里》。那为什么它是《希里》呢？其实自从阿全他受伤之后，因为他除了他受伤之前，他其实是已经半出道的歌手，而且唱片公司已经完成了所有他所要演唱的曲目，已经收录完了，而且 MV 也拍摄到一半了。可是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让他跟他有他家人措手不及的这样的事情。那还有就是所以说他接下来他是怎么样从遇到事情之后他的挫折转为愤怒，然后到现在他能够继续创作音乐。那当然他有找到我们这一群好朋友，我也希望谢谢他给我们这些机会。那我们这团乐团的名字叫做阿全与朋友们，英文是 Journey and Friends。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乐团其实乐手老师有好几位，那我们主唱歌手也好几位。那其中一位我们的主力歌手呢，他不止唱歌好听，唱歌技巧好，又很动听，他还是以前歌唱比赛的常胜军。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阿全与我们主力主唱刘立仁哥一起来上台前好吗？大家好，我不知道今年这么多人，对吧？今年是第3张专辑，然后也是第3年，大家也看到我的发际线又少了1公分。对，然后我这边很感谢我的乐团，我们的团队这样子，因为大家总是在牺牲了很多自己家庭工作的时间，来一起制作这张专辑。那除了感谢我的乐团之外，我也很感谢牧师，我隔壁这位阿仁哥牧师。我第一次出去演讲的时候，是他带我到长荣中学，跟一些同学们分享我的生命的历程。那之后就有一个团队有看到我们的表现，这个团队叫做爱的小飞侠行动关怀团队。那我们这个团队是专门去一些大专院校机关，做一些交通宣导，生命的分享。那我这边想要介绍我们的团长林芳清博士来帮我们讲几句话这样。各位关心政权的朋友，还有我的朋友，还有小一的朋友，今天很开心来这边参加政权的第3场的音乐发表会。那在欣赏他的作品之前我想要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体爱的小飞侠。各位应该有不少人看过《科学小飞侠》，不要跟我讲说没有看过没有印象，没有印象。那科学小飞侠有5位，那爱的小飞侠也有5位这5位真的很不得了。首先，我先介绍我们的队长，队长是林昭坤，请问，昭坤他现在是台南市无障碍协会的理事长，他目前就是帮我们市政府去各个地方无障碍设施的一个审查委员，那所以他是我们的队长。那我们第2位是我们张雅茹小姐，
其实我第一次跟脊髓损伤的山友结缘，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两位，我在这边听他们两位演讲。那张雅茹小姐她上个月才做了一件我觉得非常棒的事情，他们号召了一群人，训练他们说电影给盲人看，说电影给盲人看。这个活动我一听就觉得很有意义，对不对？所以张雅茹她本身是跟郑权一样，都非常严重，她是脖子以下是没有知觉的，脖子以下是没有知觉的，所以他们以这样的精神都愿意出来替各位服务，这种精神我觉得是非常的令人感动。好，那刚刚忘了介绍一个，我不介绍他们会骂我。昭坤一直他在上一次演讲就说他是轮椅界的金城武，雅茹说他是轮椅界的谁？林志玲。结果这叫我开心的呀！好，咱第4位咱来叫陈柏源。那跟君凯也一起上来哈。其实像郑权、柏源跟君凯都是赵坤他去访视商友之后带回来的讯息。那我们认为这个商友他还很年轻，所以就跟他们一起鼓励他们一起可以出来做一些社会活动。那柏源他很不容易他现在是学生，他今年拿到总统教育奖。同时，他现在也是我们台南市脊髓损伤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非常 hot 的一个热情，在重新在服务我们这个社会。那最后一位我要介绍的是君凯，杨君凯，他也很不得了，他刚刚从杭州回来，杭州什么事情？亚运嘛，他是我们射箭第3名。好，那不是你要不要咬一口那个奖牌？你买了好来。好，那最后我得再介绍一位，假如我不介绍，我等你就白处理了。我们另一位团长罗妍一小姐。今天我这个衣服是搭配这个Hebe 的那个，各位有觉得有像吗？特别去制装的 Hebe 装。好，那我们爱的小飞侠主要做的事情主要是我给我们一个定义是2件事情一个是访视商友。那因为之前就是靠赵坤他们，现在是5位，他们会去访视商友，那把商友的需求带回来，因为商友才知道商友需要什么，那我们要给他最有用的资源，然后再来找朋友帮忙这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活动。那第二个我又觉得是更不错的一个发想。我们这4、5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生命教育的演讲，那主要就是培养他们当生命教育的讲师。他们讲的都非常好，因为他们讲的是自己人生的故事他去中小学
讲给小学生听，让他们知道说生命其实要坚强，那非常有说服力。为什么？因为我要剧透一下他们演讲的内容他们通常会有一段话，是什么话你不要等你很厉害才开始，要开始才有机会很厉害。他们很有说服力啊，他们通常都不是，他们是轮椅人，我们是直立人，但是他们的行动力，我觉得是火箭人。他们千里迢迢很辛苦到学校那演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服力是高的，所以第一个是因为明天的意外不知道谁先到，所以我们就要把握当下，马上开始，这个是他们第一个剧透，他们演讲大概第一个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第二个内容他们会期许每一个人有一个富贵人生。因为我上一场听他们在这边讲，他们也是期许我有一个富贵人生。什么叫富？心中无缺叫富。什么叫贵？被人需要叫做贵。具体实践的方法就是我最近讲的，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那因为如果我们都是富贵人生的话，其实我也希望各位可以看看自己的周遭，富贵人生有些人一生下来，其实他的人生，如果我们用一个茶叶茶汤来形容，有的就是天生好茶，他的人生的茶汤是可以回甘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要靠炒茶师傅，也可以做出不那么苦涩的茶汤，但是周遭你一定可以发现到，一定有人的茶汤是非常苦涩、难以下咽。所以我今天最后的结语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别人的三分糖。我们常在喝茶饮，要几分糖？3分糖。来协助让人家的茶汤不要这么难以下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爱的小飞侠一直努力要做的。那因为副局长有来，所以我刚跟台南2中的会长德哥也谈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明年度要来执行这一件事情，因为脊髓损伤的伤友有很多都是怎样车祸，车祸又是以骑摩托车为最主要的原因，那我们是不是来针对我们的高中？因为高3了嘛，有很多人开始要骑摩托车了，那让我们去高中演讲，针对高3的学生去演讲，让他们看到，以后假如你骑车不小心，就会变成我的爱的小飞侠的成员了，这样子啊。那所以阿全拍摄，我先占用这点时间。那以上的说明希望大家会当听众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欣赏正权的音乐，谢谢。那个麦克风帮我近一点。OK， 好。其实这几年政权，我想他刚刚有提到，一开始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去拜访他的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是他是躺在家里的病床上。那时候有人跟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在制作音乐专辑，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看到的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政权。那自从我带他走出去之后，然后再经过这个我们小飞侠的团长这样给他们抄下去以后，我发现其实政权的心态也慢慢成熟。因为我一开始参与在他的音乐专辑里面，我发现说他写的歌曲几乎是跟他以前的能力，或者是他以前对于歌曲的想象是很符合的。可是这是以前的他，那这些歌曲呢，他都没有办法自己诠释。所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很会唱歌的人，类似像，开玩笑的啊，但是就是说，渐渐的啊，在去年，他写了一首，是前年哦，写了一首《走走》。对，去年写了一首《走走》。那这首《走走》事实上就是为了这些商友而写的一首歌哦。那特别的有趣就是，我发现他开始走出来了，就是这首《走走》是由他自己来演唱。因为有些时候，当他之前有分享到说，他其实碰到这个辅具，他其实不是这么愿意去接触它的原因，是因为他一旦使用了它之后，他就要接受他自己是一个这么不完美的人。那可是当他在创作的历程里面，我发现说他真的能够走出来，就是他开始写他自己能够唱的歌曲。那首《走走》是用郑权自己能够诠释的。那当然，今年的这个主题曲TV 我觉得写的更是让认识郑权的人可以真的去深刻的体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有些时候或许在镁灯光之下，我们发现他还是看起来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可事实上回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他还是必须得要面对这些生命当中的困难所带给他的限制。那今天这首 TV 这是他自己可以唱的，而他邀请我跟团长要陪他一起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 TV。好。这首歌在专辑里面是我一个字录的，对，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坚持自己把这首歌完成的。所以，如果有未来在串流平台我听得到这首歌，可以听到我自己把这首歌完成的。那今天谢谢大家，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乐团，这样，谢谢，谢谢。
接下来呢，要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呢，是在第3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台语，它也是台语的歌曲哦。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旧男人》哦。那我曾经有问过说，郑权当然郑权他在写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当然是从他的生命故事或是他的生命经验里面要去做出分享哦。那从《旧男人》这首歌曲里面大概就可以知道他是说他以前就是住在那个区域那个是算在哪里？南门路，对，南门路。所以他把很多他过去在南门路的一些生活经验，甚至有一些店现在还在，那有一些店家现在已经不在了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住在那个南门路附近的朋友那等一下，我想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跟郑权一样有很多的共鸣带来这首歌曲《旧男人》，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满天的雨时，等风吹，吹甲我坐无的汗水，轻中加的肉粽，煮好的水，美对人放装伊厝内。阮家向北有2间西餐厅，等暗时会听着雨仔光琴声。好情顺者，我很紧前就是开车。这几来，明明的流浪甲一个，城市安怎过？有啥意愿在心内？回起海，你爱的头照着我的心影，伊拢爱我走，我爱对镜，这是我想要的回应。爱。
谢谢。对，那插播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为各位来宾我们有提供有 QR code， 可以大家扫一下，那可以让你在你的手机上更完整的看到歌词，那比较好，来跟着歌词一起来进入这个阿全他创作的意境。谢谢，报告结束。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刚刚有说我们的主唱非常多，那今天接下来这首歌的主唱可以说是阿全他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为什么会说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是他亲哥哥。那为什么？最后呢？OK 的，妈妈的眼泪嘛。然后不管是我们有点沟通，那我们现在欢迎郑权的哥哥。不是是陈友来吗？等一下，尴尬了。different。OK， 那我们再从刚刚忘掉那一切有没有比借我一下，闪一下？知道这个整个20年前看过吗？跳一下。不好意思，原谅我一下。隔壁那个。我郑权的哥哥啦。那哥哥怎么讲？比较矮一点。现在每次看都不太一样这样子。对啊，还穿裙子。大家好，我是梦佳。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其实我也是觉得蛮幸运的，可以参与就变成阿全女朋友们之一的团员这样。我觉得蛮幸运的，除了这点之外，我觉得常常可以从阿全创作里面去表现体会一些不同的故事跟心情这样。那像今天发表这张专辑，我觉得还蛮丢席的，很适合秋天。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其实也是可以去创作平台或是外面有专辑，也是可以带个照片去听看看。那接下来带的这首歌我插播一下，我们这位女主唱是我们今天唯一的女主唱她其实每次的歌声有带来那种沉浸式的感受。因为在去年2022年，她有代表阿全朋友们去参加 HOT 创作歌曲大赛，那大家想当然她拿到第1名冠军，大家掌声一下。而且不止这样子听说那时候评审在讲评的时候，就有几位要直接把他签约的。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答应？其实没有签，他只是就问一下而已。你问一下，你对不？对，要不要跟团？走啊！你不要的话，我等一下再问一次。没有呢，他说没有就没有咯。这样子对。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多多唱阿全的创作这样子。对啊，就靠你了，谢谢老板。谢谢阿全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刘梦佳私立的老师刘梦佳，谢谢。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接下来要演出的这首《我承认而来》。这首歌其实是刚刚前面有出场过的爱的小飞侠团队里面林邦信博士他姐姐秀姐，算是写给阿全的歌词，然后阿全在谱曲，他们合作出来的一首歌。然后后来阿全看了才后知后觉说这首歌词应该是写给我的吗？给大家等一下也是可以看一下歌词，去了解一下里面的含义。好，那接下来就带这首很体贴的《我承认而来》。于是我
错人了哈。没事没事，我是最近有酒馆，你不要误会我。我等一下是不是应该去买些叶黄素来吃呢？对啊，推荐你一个品牌。那我们掌声一样欢迎郑权的哥哥郑维哥，掌声一下。哇，这个每一场人数越来越多，下次我们可能在那个居格温办演唱会。这个去年演唱会办完了，就是收到很多的讯息，就是很多人来抱怨，说我去年唱太久，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我妈。好，那这个今年啊，就是歌曲单出来之后，又有人来抱怨说，你怎么今年没有我唱的部分？然后这个最后我弟只好塞了一首歌进来，那抱怨的人呢，就是我。我的外婆刚离开，我弟弟当的那个体育的那个看起来就像这样。今天我唱的这首歌是这个不是阿全专辑里的哦，是他写给这个一个台语歌手的歌。我觉得他的就像刚才那个东英啊，或者是这个牧师讲的，就是我弟写的歌其实就是你的生活写照。那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很难当一个发明家，但是你可以当一个发现者，就是你可以从你身边周遭去观察很多的事情。那越敏感、越敏锐的人，其实看到的东西越多。那我觉得我弟弟很厉害。就是一路上来，就是从我的女儿生了哦，然后弟弟生了，妈妈老了，珍惜自己身边的人很重要。哦，我其实是上次讲的哦，我是一个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人。第一张专辑我弟给了我一首歌哦，第二张专辑我弟说，因为只有3首歌，所以就放在下一张专辑再给我歌这样子哦。刚刚那个大人哥有讲嘛，因为是要找厉害的人唱，所以各位可以发现这张专辑就没有我了。好，我觉得这个像刚刚博士讲的，大家是直立人哦，然后他们是轮椅的，可是生命很长。灌篮高手说，还没有到最后一刻就不会放弃。不管是你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要继续努力。很感谢大家来参与我弟弟的演唱会。看到很多我小时候的邻居啊，看到我的亲人很难得，就是感谢我弟弟哦，因为我以前都跟他说，你得想办法站起来，但是他现在站得比我们更高。那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是我弟弟写给蔡佳玲的歌。我印象中，我听过我弟弟的，就是他的 demo 版，就是我们讲因为我是座上的 prototype， 我弟的 demo 唱的是比蔡佳玲好哦。那我想我等一下唱的是不会比我弟弟好，但是呢，就是刚刚公有说嘛，因为今天的演唱者很多哦，但是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就是随便讲一下那样哦。因为我刚刚就做好决定了，因为我把所有的曲目都记起来了，所以我等一下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个人上台，全部都是我的。他们也已经锁起来了，也出不去了。好，那我们就带来这首歌哦。那这个我弟弟常常跟我讲说，歌你有练吗？有，我很认真哦，很认真。我开车的时候都会播我弟的这首歌来听。但我很怕等一下唱不完啊，因为我只要想到我妈、我外婆，我怕我会就没办法把它唱完，所以我会
很用力、很努力的把它唱好。好，那我准备好了。要继续唱的。你有告鬼不？刚才我啥搞啊？要听的，我们就结束后我们在 KTV 集合啊。等一下那个扫一下那个郑权他哥哥郑伟的那个 QR code 哦，等一下可以约一下私讯，是吗？哦。没有这种事。没这种事。所以真的很感谢各位，我弟弟写了很多关于我妈妈的歌，因为我妈真的很辛苦。我觉得大部分的父母都是我是比较幸运的，所以我妈妈就是扛下了所有的事情，让我很轻松。但是大家对我妈妈有一些误解吧，就是大家以为我妈妈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我干爸跟干妈也是，他们也一直这样觉得。我妈是假装的，我妈对我的要求很多，就是有点太多。但因为我运气比较好，所以我到了北部之后又多了一对父母照顾我，所以我妈都会很感谢他们，我也很感谢他们。那因为有你们，所以照顾了我弟，我也很感谢你们，谢谢。刚刚郑权的那个郑伟哥，还有说，其实我们能够这样齐聚一堂，也感谢阿全。这次最感谢的是阿全的妈妈。昨天我们在这边设定器材的时候，我看阿全的妈妈，她就一直扶着腰。我说：“阿姨，你怎么了？你跟要去闪到。”可是你看阿全他回去的时候，
他妈妈还是一样，腰再怎么痛，还是一样把阿全推上他那一台行动车。我们再给阿全的妈妈一个掌声好，谢谢。因为阿全的创作，他有非常多的面向，有动感的，也有那个感动的，这两个词交换一下就有不同的效果，不错。那所以说，他这些创作是来自于他的本身的才能，还有他过往的一些音乐的一些历程，再加上他对生活周遭他观察的非常细微，所以他创作的就是把一些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感受到的写进去。那所以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嘛是台语歌叫《守护》，国语是守护。那他就是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冲动，然后也是会有人生迷惘、对自我的怀疑、自我的矛盾，那转发出来那种对他人的不信任。可是后来过了一些日子，跟过了一些经历之后，你才发现说，原来当初我那个阻止我，或者是不承认我的那些人，其实是反而是为我们好，在保护我们。所以郑权他有在希望说这首歌能够让大家说，其实他在这段期间，他对他自己的反省，他对自己的感受，那也希望能够透过我来诠释这首歌给大家听听看。阿全的创作《守护》，大家听看卖，感谢。我有
远守护。谢谢，李金传、宋哲、秀芳。谢谢。那我们上半场的表演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会休息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继续我们下半场的演出。那在我们外面的大厅呢，也有贩售我们今天第3张的专辑以外，第1张、第2张都有。都有。所以你如果已经还没有购买第3张的，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后面大厅购买。那如果已经购买过第1张、第2张的怎么办呢？还是可以再买。对，可以送给你的朋友。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10分鐘，接着再回来，谢谢，待会见哦，谢谢，拜拜。那现在还可以到了下半场，大家有看到，我看到大家刚有在拍照啊，也有在准备整理一下自己的。那阿全刚刚跟我说，那个要跟大家说了，比较不好意思，就是说他刚刚也是哭了，是吗？因为阿全对他们最近也比较忙一点，对家里面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我们下半场的一开始，我们邀请到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主唱，然后他是现在都在高雄发展哦，然后他呢以前是阿全，他们也是我们所谓的做场哦，就是到处表演啊，然后婚喜庆哦，然后还有各大 pub 全员驻唱，所以说他们都是非常有默契的歌手。那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今年第3年了，为什么他今年才来？那我先介绍他的名字，请他出场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今年才来。那我们欢迎 Kobe 老师。好，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obe。然后 Kobe Bryant Kobe， 对。好，那我为什么今年才来呢？因为我一直跟郑权说，为什么每一年都没有我？他说阿全的错呢伊不来接。因为我已经认识非常久了，大概十几年了吧。十几年，十几年，对，认识10几年了，然后今年才找我来。对，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你创作没有找我？好，那我们以前就是在那个，其实我们以前就是搭档，就是在那个一起驻唱这样子。对。那本来想说大家可以一直这样子合作下去，可能郑权不太想要跟我一起合作，所以选择受伤这样。好，对。那我今天也蛮特别的，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不是唱他那个专辑里面的歌曲，对。但是他跟我讲说，这个组曲里面的歌呢，都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歌。其实我一首都没听过吧？原来我有听过几首啦，但是我就觉得我后来认真的去听完之后，发现其实他是在他就是用这些歌来诉说他的可能一些心境这样子。对，所以呢，要来为我们在场的来宾朋友来献唱这个主曲的歌曲，来送给我们嘉宾朋友，谢谢。
自顾自美丽，仿佛早已看透世间情，直到发现我自己一样无法靠近你。你的心上没有心，你的世界谁也进不去。念念不忘的是你，昙花一现的深情，更感缅怀你的悲情。爱要如何才讲，刻骨铭心？是否一定要有个伤心？我爱你爱到失去绝境，痛也痛到了最彻底。你却面不改色，挥霍感情，又轻易分手不别离。我怎么知道在你心上真的没有心？希望每年都可以来，好不好 ？OK 哦，当初你答应了哦，阿雄 OK 哦。在高雄开一场好不好？那我们移师高雄。
OK 哦 ，OK。阿全说 OK 啊。那我们阿全他每一张，他的从第2张专辑开始，他有邀请到他以前做音乐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培训歌手的时候，对不对？他邀请到他那时候的伙伴。那这位伙伴呢，其实他现在已经成为华视歌唱训练班的老师。那我们欢迎他出场，杨子光老师。那除了他是歌唱训练班的老师之外呢，他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作室，对不对？对啊，然后有在做录音后制的工程的授课，对不对？对，所以有吉他教学。对，你在帮我打广告是不是？对，有一点像哦，就在这无情工商哦。对，谢谢那个播音宝工商。大家就是各位乡友，大家午安。Hello， 我是子峰，然后我跟郑权是认识10几年的音乐的战友这样子。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合作了，也不是第一次合作，我之前的乐团在2013年发行的第2张专辑，那时候就有找阿全帮我们唱和声，这样子。然后去年他发的第2张专辑单曲《一路青年》，就是我们首次的正式合作。那从那一次开始呢，我就是一直常常会讯息说，你什么时候出新专辑？就是记得要找我，记得要找我。我很积极的，就是找他这样。然后他于是呢，就是勉为其难的，今年就是又写了一首歌给我唱。好，那接下来唱一首歌啊，是收录在阿全的这张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爱的独行侠》。那它其实是一首台语歌啦。那我的台语呢，其实北练邓啊。虽然我是阿公阿嬤是嘉义云林人，可是我是在台北出生的，所以就是真的讲台语的时候，都是要回去跟阿公阿嬤对话的时候就是讲，然后所以就是很少说。然后我们录这首专辑的时候，录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台语很差嘛，就是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常常被就是阿全给标那个发音，因为他台语歌唱得很好，所以呢，我这个专辑的这首歌，每次的发音一点点不对，然后就是被他一直念这样子。然后阿全呢，他打字现在是用那个语音嘛，然后他每次语音一长篇就很多这样，然后我打字速度就比他快，就慢慢打哦。那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我觉得也是写出阿全，他算是一个就是铁汉柔情哦，因为大家认识阿全都知道他以前就是玩健身，然后又很壮，又打球，然后又玩那种金属摇滚乐团，可是他其实内心是一个非常柔软，然后很温柔的一个男生。我觉得这首歌完完全全写出阿全铁汉柔情的这个心境，那送给大家。那因为我今天其实有一点点感冒，那早上来彩排的时候啊，有跟就是乐手老师还有阿全说，我可不可以就是降低唱？然后呢，想说降低唱可能比较不会把阿全的歌唱不好，这样唱破音。可是我刚刚上台之前呢，就觉得说不行，这个 key 是我们一起决定好的，专辑里面的这个 key。是升低调，想说算了，那等下破音就破音了，反正就是如果破音的时候大家就给我一点掌声，不要让我这么尴尬，好不好？那就带阿全这首歌，叫做《爱的独行侠》，谢谢。
谢谢爱的分享，谢谢。原地还 OK 哈，就是刚刚就挣扎了很久了，因为就是感冒嘛，然后这2天感冒，然后昨天早上就跟阿雄讲说，可不可以帮我跟乐手老师说一下，想听我好像声音不太行。但是我就是从昨天半夜开始，然后就一直吃那个喉糖啊、喉片啊，然后早上本来那个喉片啊，1天只能吃好像3片吧，就是那种消炎的，我今天就吃了好像快10片，我都被喉片中毒了。然后就一直吃，想说不行，我一定要用原体唱，破音就算了，反正阿群都说了嘛，大家是免费进来的，就破音就算了。那刚刚应该还 OK 啦，有破音就破音就算了。好，接下来呢，带来下一首歌是收录在阿璇的上一张的单曲，叫做《一路青年》。那当初收到阿璇给我这个 demo 的时候啊，我看了歌词，然后听了这首歌，我就非常喜欢。然后也是看这首歌，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我心里面认识的那个李正全。他永远就是那个好像为了梦想往前冲，从10年多前到10年后的现在，还是持续的，就是那个当初的那个青年。那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那也送给所有在追求梦想，然后也陪伴阿璇追求梦想的每一个人，送给大家一路青年。一觉醒来，在哪里？我犯了什么禁忌？昨夜梦时还在18岁的身体，曾经说过梦想，我会比谁都抒情。我想日子我们抱着你那好好睡觉，蓝色的片段，可是你知道又不是什么，我们的一生中间的道理，一分一秒钟，就会彼此遗落，一直在自由中，我们要一路青年，说的真的多些，现在想念谁？说好再偷偷不做。
新年，谢谢，谢谢。而且我们子枫老师千里迢迢，没有千里啦哦，就700公里从台北赶下来，昨天就入宿到我们台南这边，然后也陪着我们彩排。然后今天也带着他2位学生过来，因为开始第一首歌《爱也都很掉》有没有？他2位旁边的和音天使就是他所训练出来的老师，对天使。那现在我们交给我们最强主唱。不能这样介绍，人家用生命在唱歌哎。想说你这样比较爽啊！我们叫你的歌。谢谢。我想我可以体会子枫老师刚刚他的心情哈，就是我们总是在为政权表演，或是说在演唱他的歌曲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听到的是这首歌曲里面，除了他的当然好听是正常的哈，还有他所要带出来的精神。那我就想起那个前一阵子好像应该是在5月的时候，我就是有答应政权说我们要一起去那个南台科大，然后去表演。那结果在前几天表演的前几天，就是我突然间就肚子痛，然后后来半夜去急诊，结果就直接进手术房，就是因为那个要割盲肠。然后就是开完刀是没几天，我就心里面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跟政权说，我就是因为没办法，其实是没办法唱歌的状态，因为就是肚子这边开3个洞，是腹腔镜这样。不过后来我就生命第一次体会到说，有人比我更在乎我这样，因为他也很担心我不能去啊，你知道吗？已经答应人家了，然后那个学生就是上百个学生，然后不可能跟教官说，教官我们因为那个歌手开刀，所以没办法去这样。所以后来那一天我就是真的就是硬撑着那个受伤的肚子，然后去跟郑权一起去校园表演这样。那当然我没有像那个峰哥子枫老师这么勇敢啊，因为我很怕我如果上原地，到时候我的伤口直接破裂了，会更麻烦哦。现场会太惊悚了哦。那不过我觉得确实在表演郑权的歌曲的时候，我们越认识他越深，然后在诠释这些歌曲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很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演出这些歌曲哦。是不是在给刚刚的子枫老师掌声鼓励一下？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挣扎，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那其实我们脑袋想的是怎么样表现最好。不过我觉得他刚刚有一个想法是真的不错，大家都开起来啊！所以今天，但是我们不管是收钱还是没收钱哦，当然收钱我们会更认真的哦。但是我们都会期待说将郑权的音乐，然后呈现最好的在所有喜欢他音乐的观众面前。那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副局长他有提到哦，他在去年度其实是我们台南市国际身障日的主题曲哦，惊爱的小路情爱的小路。那这个其实一开始他本来其实也是为了一个音乐季去写的比赛，那去描写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那种恋爱的情境哈。不过我想，既然是牧师，我要开始讲一些哈。但是啥看很疑的啊呀，没那么坏了啊。那我想，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里面不一样的计划。那很多时候，困难为什么会发生？其实我们可能都不明白。不过我相信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就像郑权这几年在制作专辑这样，我们可能无法再从他的歌声去认识他，但是可以借由他所创作的音乐，可以去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他那种强韧的生命力。那接下来就带来这首歌曲《心爱的小路》，谢谢。
那接下来呢，要很悲伤的宣布，这是这一场的最后一首歌啦。不过这首歌其实还蛮特别的哈，就是说，每次出去正觉也都会跟人家介绍说我是牧师的哈。其实我的教会就在这边附近而已。那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利用一下正觉哈？就是在教会里面，其实也都会唱一些我们说就是在敬拜或是赞美的一些歌曲哈。那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然后我就跟正觉说，还是我们来合作一首诗歌好不好？这样。那其实正觉他我想在认识我以前，当然有教会的，就是弟兄姐妹在关心他们。不过我想，这是跟我比较近距离接触之后，我就会把，比如说在圣诞节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带教会的青少年，然后去到他们家，然后跟他们报佳音，这样在圣诞节的过程里面。可是当我其实真的在思索或是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我是想到我跟正觉中间的这些故事，我就觉得说，其实某一个层面来讲，事实上是正觉他也激励了我，因为在虽然我以前很常去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很常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然后也都可能没有像正觉那么好。但是偶尔也会得一些名。不过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对唱歌就没有这么样的热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的生命里面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也不是我这么喜欢的事情。事实上看起来是我很擅长，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么样的喜欢。可是当我认识了正觉之后，当然如果你前几年有来，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就是把一些比较难的歌曲丢给我唱哈。那可是。后来，当我越认识越深，我就觉得说，如果连正觉这种状态，他都在尽可能的在发挥他自己尽其所能的，在做一些他认为好，或者是他很积极在做的事情。那我作为一个流利人，他们说我是直立人我的名字是真的叫流利人那我是不是跟他一起可以？带着我觉得我很荣幸可以认识正觉，然后跟着他一起，然后我们两个在生命当中激起了一些火花。那这些火花是可以成为富贵人生里面刚刚我们团长说的别人的贵人，就是透过这些故事，透过这些音乐，然后带给很多不管是认识或是不认识正觉的这些听众，然后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是即使是激起一点点的火花，我都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做的很值得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当我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事实上它的歌名叫做《我要歌颂你慈爱》。那有些人就是慈爱啦、慈悲啦等等，这些就是说，我觉得上帝总会为你的人生找到一个出口。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路，可事实上这些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是可以走得出来。那我今天遇到我们那个亚运国手小凯，他也没有放弃，所以他今天才能拿到奖牌。但是我等一下想要聊一聊，怎么会每次都会想到聊？因为曾经有看过你这得奖，然后就想到要聊一下这样，主要是感觉一下这样嘛。你自己有聊过吗？那我就可能不太方便了应该是蛮多人聊过的了。蛮多人聊过，应该聊过，应该是啊，那我可能就不太方便了。那这首歌曲在录制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正觉比我想象的还要认真去处理这首歌曲，因为当我听到那个成品，不是书局当我听到那个音乐的成品之后，你认真到去找合音如果你还没有买专辑的，等一下不要出去了开玩笑，就是他真的，他做的超乎我自己对这首歌的要求跟想象。我说你去哪里找这个合音你说我去找乌人来唱我是要去找乌人来陪所以今日我请我的合音天使来请乌沙来陪一下那其实。我邀请了3个教会我认识的姐妹，没有弟兄我就是弟兄3个教会的姐妹，然后她们也很愿意一起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音乐会那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说，我请他们3个来，然后有的都还比我会唱歌，当然有的年纪也比我那个资深一点嘛，所以想说那到底拍谁啦？因为是找3个来，刚刚只有合唱而已嘛。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们4个人今天在彩排的过程里，我觉得激起的又是跟 CD 里面不太一样的火花，这样。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们要听一下 CD 里面长怎么样。没有，主要是不是因为说我们现场会唱得不好，主要是因为这个表达的音乐的它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你如果没有听到 CD 的版本，也是蛮可惜的哈。那当然，希望等一下唱完之后可以激起你买 CD 的欲望，好吗？带来这首歌曲，我要歌颂你慈爱。那还有我们今天负责我们的音控设备的启明老师、孟俊老师。
请老师梦剧场乐器行哦。那我们佑生老师这边有在东区哦，那个。你现在硬要打广告嘞？那我想今天是一个，我想每一年政权的音乐创作的分享会都算是我们一个同乐会啊，就是说，我想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希望是带给大家欢乐，然后每一年我都会说一句这样的话，就是明年我们要继续办。那这个就是要不许政权哦，他每一年都要有新的创作，你不可能每一年都唱旧歌嘛，对不对？所以每一年都要有新的创作。那今天其实会有这么多美妙的音乐，都是因为政权他愿意，然后也很努力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给政权一个掌声？然后我们最后是要有一个大合照，我们要有一个大合照，打个卖照哦，大合照是要这样照哦，好不好？我们要一个大合照然后我们请那个乐手老师，然后我们一起来前面来做一个大合照，这样